前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献上我们祷告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你是我们的唯一。主啊，让我们单单来爱慕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单单来渴慕你，让我们来寻求你。耶稣，哦耶稣，你是我唯一。耶稣，哦耶稣，我单单爱慕你。主啊，让我们更深更深爱慕你。耶稣，你声音何等的甜蜜。耶稣，哦耶稣，我单单渴慕你。我高唱敬拜你，献上馨香之祭，一生单属于你，与你同行。只愿更多爱你，只愿更多有你，何等甘甜与你亲近。主耶稣，我爱你，主耶稣，我爱你，如入切慕溪水，深深渴慕。耶稣，我深深爱慕你。耶稣，哦耶稣，你是我唯一。耶稣，哦耶稣，我单单爱慕你。耶稣，你声音何等的甜蜜。耶稣，哦耶稣，我单单渴慕你。我高唱敬拜你，献上馨香之祭，一生单属于你，与你同行。只愿更多爱你，只愿更多有你，何等甘甜与你亲近。主耶稣，我爱你，主耶稣，我爱你，如入切慕溪水，深深渴慕。耶稣，我深深爱慕你。主耶稣，我爱你，主耶稣，我爱你，如入切慕溪水，深深爱慕。耶稣，我深深爱慕。耶稣，我深深爱慕。耶稣，我深深爱慕你。我高唱敬拜你，献上馨香之祭，一生单属于你，与
是我们生命的真光，主，你是光。当你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，那黑暗就离去。主啊，当你的真光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你就让所有黑暗权势不在我们当中，你解开我们黑暗权势的枷锁，不再束缚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清新的人，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！主，你的爱是永无止境，主，你的爱让我们来苏醒。主，你的爱赐给我们光明。让我们一起来大声来拍手，赞美我们的神。你的爱是永无止境，主你是变环绕我，你的爱是我苏醒，心中喜乐不住满溢，万物都向你呼喊，让赞美充满着你，终究会过去，为爱你牺牲自己，让你真光从我的照生命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。你的爱是永无止境，主你是面环绕我，你的爱是我苏醒，心中喜乐不住满溢，万物都向你呼喊，让赞美充满着你，黑暗终究会过去，为爱你牺牲自己，在你真光中我的照生命，你伸出大能双手，释放你属天荣耀，主是何等的奇妙，你同行何等美好，让生命真光照耀。你的爱是永无止境，主你是面环绕我，你的爱是我苏醒，心中喜乐不住满溢，万物都向你呼喊，让赞美充满着你，黑暗终究会过去，为爱你牺牲自己，在你真光中我的照生命，你伸出大能双手，释放你属天荣耀，主是何等的奇妙，与你同行何等美好，让生命真光照耀。让我们永远开展，让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。主啊，你是何等的荣耀！主啊，你伸出你大能的双手，主与你同行是何等的美好！哈利路亚！黑暗终究会过去，为爱你牺牲自己，在你真光中我的我们再次来宣告，黑暗要过去。黑暗终究会过去，为爱你牺牲自己，在你真光中我的照生命，你伸出大能双手，释放你属天荣
主啊，让我们更深的来敬拜你。主啊，让我们更像你。在这个时候，我邀请所有的会中所有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同为了在4月3号花莲所发生了地震，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，在神的面前，求主施下怜悯医治，在这个当中，求主来怜悯我们台湾这个土地，也求主来看顾保守，在这次震灾当中所有遇难、所有遭遇灾害的人，我们一同献上祷告，在神面前，我们一同开口出声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将这次发生的地震献上祷告，说恳求你怜悯他们，施恩怜悯在他们当中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此刻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担忧，我们也为强震所造成的灾情，我们感到悲痛。主啊，恳求你的慈爱怜悯，此时临到台湾这块土地，安慰每一颗受到惊吓的心灵，赐下平安和安慰，让真实的平安进入在我们的心中。主耶稣，我们也恳求你帮助那些在伤痛中的人，特别是正在面对创伤的人，他们或许因着震灾面临重大的变故，因此活在黑暗与无助当中。主，我们再次恳求你用你复活的大能，让他们看见盼望，让他们知道你赏赐他们这继续活下去的力量，是能帮助他们走出伤痛的力量。主啊，他们需要你的陪伴，需要从你拿来的力量，让他们走出伤痛，迎向新的生命，让他们有新的盼望。我们深信这也是你复活的意义。主，我们恳求你来带领他们走出伤痛，迎向未来美好的光明。恳求神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因你是复活的主，你是道成肉身的主，你是愿意为你牺牲百姓的主。主啊，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，在你面前，孩子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我渴望更像你，耶稣，如此温柔圣洁，耶稣，你爱永留，毫无保留，哦主，使我能更像你。我渴望更像你，耶稣，更多慈爱怜悯，耶稣，谦卑自己，为我舍命，哦主，我愿更多像你，让你爱如大水浇灌我，充满我心深处不停涌流，愿神灵紧紧充满我，使我自由。紧紧跟随你。
望更像你，耶稣，如此温柔圣洁，耶稣，你爱永留，毫无保留，哦主，使我能更像你，我渴望更像你，耶稣，更多出来怜悯，耶稣，谦卑自己为我舍命，哦主，我更像你，让你爱如大水浇灌我，充满我心深处不停涌流，人生灵静静充满我，使我自由，让你爱来渗透我生命，为你而活，荣耀你的名，我愿圣洁顺服你旨意，紧紧跟随你，让你爱如大水浇灌我，充满我心深处不停涌流，愿神灵静静充满我，使我自由。让你爱来渗透我生命，为你而活，荣耀你的名，我愿圣洁顺服你旨意，紧紧跟随你，我愿圣洁顺服你旨意，紧紧跟随你。主啊，我愿意圣洁顺从你旨意。我愿圣洁顺服你旨意，紧紧跟随你。是的，亲爱的主啊，愿你生命来渗透到我们微弱的生命，因为你有大能，有复活的能力，你有平安、信心跟力量。主啊，愿我们到你面前来，就带着渴慕的心，要领受，要迎接上帝恩典跟赐福。特别我们经过了403的大地震，我们心中感恩，是因为你的保守，让我们经历了苦难，但是仍然得恩典。主啊，愿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，除去我们的恐惧，除去我们的哀伤，也让我们重新得力，看见前面的道路，主为我们所预备的。愿今天我们在此敬拜，同心传唱诗歌，同心敬拜祷告，同心领受你的话语，都得到满满的能力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活出主的见证。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能站着，我们今天要用